高雄开发14款 APP 来应应交通、医疗等服务需求。不过，所有民众反映伤过乱，甚至有的功能阁重复。平台就建议应该爱整合。市府表示会阁研究，那现阶段是先以所谓市民网站来提供服务。台北公车站拍开交通局 App 查询公车动态，应应民众交通甲市政等需求。高雄市府甲委外单位共同开发14款 App。民调发现部分类型差不多功能重复。凯旋医院跟民生医院还要分2个 APP， 那其他的医院又不能用市府的 APP 去进行线上挂号，可是，在别的县市是可以的。那包含说这个民政 APP、里政又 APP， 这2个又把它分开。高雄官方干那交通 App 都4种，以Bus Plus 为例，是会当导航公车转捷运还是轻铁。也毋过，若要查询车厢的状态，就会当另外下载高雄捷运 App。对民众来讲无方便，民众也认为交通 App 乃会当整合，搁加上当地景点，对观光更加有帮助。公车啊、捷运啊、轻轨，全部都整合在一起。如果再把景点再放进去地图里面，其实这样很一目了然。而且又可以支付，就等于说一款 APP 就可以到处通行。对游客来说可能会比较大影响。真侪市政 App 功能分散，佮当年爱附近维护，部分下载甲使用率也真低，后面代质疑效用无大。建议参考外关系做法，就各类型的 App 做整合。我们希望市民用得好、用得顺。例如，我们现在跟社会局合作的好运行得通电子乘车券上线以后，我们申请的比例已经达到了99%。那未来我们会秉持以数位市民平台为核心，串联更多的局处服务。高雄当朝向 AI 智慧城市目标发展，也毋过 App 煞一点仔拢无智慧。面对平台甲民众反映，研究会答应会慢慢来整合 App。现阶段先以数位市民网站来整合服务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